復5年全國語文競賽，台灣客語朗讀文章國小學生組施彥強、編號2號由日頭鄉嘅頭杆李秀鳳連續編了日，阿妹同我同老妹轉莊下看家婆，一下車家婆看到我兩姊妹，實行減來同我到南吃吃，笑到再嚇唔滅。阿妹一家人走去屋檐下，不起啲床墊當摩連度，一節一節烏索索嘅東西緊批緊講，含香嘅日頭香味哦，日頭讓我有香味呢。我咩唔記，問阿妹，這係乜嘅東西啊？阿妹應講，也係頭杆，家婆拿一紮從頭嘅本來同老妹看。也從頭嘅洗澡就變頭杆，天來下兩隻竹籃嘅，將黏黏家婆種嘅從頭嘅，一條一條長藍藍又長溜溜嘅，青色嘅頭嘅讓會變到硬 Q Q 又烏卡卡。老妹眼睛睛嘅看定樹上幾條從頭嘅，細細聲嘅講，你來去坐下變奇術了。阿妹松鼠看起兩隻竹籃嘅，太上很愛同老妹停定幾行。阿妹同從頭嘅細槍，頭面切踢，並入水泡泡罐嘅大鑊馬肚，個飲到嘅鹽落去下，要到較黃較老嘅從頭嘅先托起來，另外用細鑊頭煮，差唔多煮6分鐘，從頭嘅轉槍就留起來。並落摩連度，拿到鍋湯本日頭曬。家婆講，曬要3日等走水變頭乾，再個剪一節一節，並落油脂胎嘅，冷凍半夜咩唔會壞。幾道濕熟冰涼嘅老從頭嘅，阿妹很愛同老妹聽數白頭鹽並落溫度，還交代兩姊妹做唔得頭虱咯。愛做乜嘅啊？老妹頭昂昂嘅問，等下唔出啲。阿妹緊講緊同家婆打眼怪。沙等阿妹拿出針線，教我兩姊妹同一粒一粒嘅頭鹽牽起來，線兩頭搭好些，兩條長長長長嘅頭鹽拍鏈就做好誒。原來也係阿妹生日嘅時節最好味嘅出師。好食又好搞，老妹講緊掛定嘅頭鹽拍鏈唔盼得食，學模特啲台東鬧師傅花行路，家婆看到最熟熟嘅打雜嘅面皮，抗唔吃歡喜嘅笑容。臨暗暝，家婆煮一大鑊頭乾排骨糜，起鑊前，含白2粒馬尿卵，切細細地嘅也落去搞搞啊！甜白色嘅糜，飲起起來很香呐。平常時再唔焗嘅老妹，一碗頭乾糜食嗆嗆，我連續3碗還唔過癮，食到有日頭香嘅頭乾，拔夢都會頭燒。